边谈情说爱吗？我在那儿累死累活的，人家在那儿谈情说爱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？难道那句话是真的？漂亮女孩可以少奋斗20年？要我说，你就是活该！好好的家庭主妇不当，谁让你要在江湖上来闯荡？你别说我了，烦死了都！我在这来了这么多天，一点工作的感觉都找不到，不是丢三落四，就是手忙脚乱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特长，还没有发挥你自己的优势，像你这样的情况，还得继续挖掘。我是什么优势和特长啊？你的特长跟优势嘛，这还挺难回答的，反正得好好挖掘。我还不知道怎么谢你呢，你把可风介绍到我这儿来，你正好给我解燃眉之急呀。这也不能全是我的功劳吧？刚好可风也要急着找工作嘛。不过可风还是一个新手，还要请你多照顾，你可千万不要欺负他。当然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，我怎么会欺负他呢？那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又吃饭啊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嘛。再说，我都已经订好位置，就咱们2个人。好啊，就拿你没办法。什么意思啊？说你是个傻主妇吧，这也看不出来。冬眠希望我们2个助他一臂之力。怎么助他一臂之力啊？上车吧。谢谢。根本就是假借看我之名来勾引戚明风的，穿得那么妖艳。有没有觉得很刺激？就像追逃犯一样，一旦我追上了他们，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雷先生，你有病吧？慢点！你丫怎么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？忒没劲！我害怕。慢点！今天是冬眠小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你是说，一会儿我俩还要看他们在床上那个变态？你是不是修炼心经修炼傻了？跟你老公还没做够啊？哎，哇！这个地方还挺有纪念意义的。是啊，今天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勃艮第的红酒。勃艮第的红酒甘醇浓郁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红酒之一。没想到你还懂得品酒。品酒倒是谈不上，只不过愿意与人分享罢了。品酒如品人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它的味道都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品一品吧。好。两位小姐您好，需要用餐吗？
用餐用餐用餐。好，这边请。啊。这么贵，点什么？服务员，请给我们来2份意大利肉酱面，再来1份蔬菜沙拉，谢谢。这顿饭谁买单？他就在那儿浪漫着呢，万一他把咱俩忘了，还得倒贴一顿饭钱啊！我可没带钱啊。我也没带。鸡贼！冬眠发来的，说什么？ 5分钟以后咖啡8件，什么意思啊？谁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？来都来了，只能他说往东就往东，他说往西就往西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珊珊，你要回来，我真没带那么多钱。怎么样了 ，baby， 整个气氛都太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你这阵东风。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做吧？非常简单，就把这个放进酒里就可以了。你不会想要毒死齐明峰吧？白痴啊你！毒死他，我跟谁生孩子去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泰国春药。这可是我特地托朋友从泰国带回来的土特产，效果1级棒。这样把人给吃死了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吃死是绝对不会的，不过爽死啊，倒是有可能。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！回头弄出人命来了，谁负责？几个小时之前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帮我呢，这会儿怎么说话不算话了？